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刘文正、刘文正的前经纪人夏玉顺，实在互人感觉真无义。竟然来发布着刘文正已经往生的消息，啊，过两天则搁来翻口经，讲刘文正还阁活咧，而且是活甲真健康。有律师讲，若是夏玉顺所发布的假消息，讲拍歹着媒体名声，会当依法甲告。啊，讲夏玉顺这个人是真是非。有人来指控，讲伊1月29坐华航为台北要飞到美国，是伫飞机顶闹代志，佮要求空服员爱帮伊穿衫、穿衬拖。华航来回应讲，确实是有这个代志，但是华航并无证明讲，迄个旅客就是夏玉顺。回去。我怎么回去？我是老板，我回去。我是老板，我回去做。穿红衫查甫人发个大细声，空服人员一直甲动。不能再走来小孩。敢若是惊这个穿红衫查甫人动手，空服人员火气嘛真大。这个代志发生伫1月29，华航 CI-004台北飞旧金山的班机，影片互现场人翕到，并且指控讲这个穿红衫查甫人就是刘文正的前经纪人夏玉顺。现场人佫讲，这个旅客要求空服人员甲斗穿衫，佫穿衬拖啊，过程佫大细声。你再小孩哦。华航针对这个事件嘛有发声明，证实讲1月29迄一天确实有发生人客扰乱的事件，航机伫美国旧金山降落了后，就交由当地航警去处理。华航讲，影片中这个男性的人客毛伫怨叹讲，坐飞机的过程中无受到特别的照顾，因为依照其他人客伫讲，这个扰乱的人客严重影响到别个人。华航经过评估了后，决定依法采取行动，因为声明拢无讲到这个人客是夏玉顺。您拨的电话未开机。夏玉顺的手机也拢关机，可能是无想要加做回应。虽然讲这摆华航客机的这个纷争并无确定就是夏玉顺本人，是讲这个夏玉顺宣布刘文正已经死去，消息有可能爱行法院。他去年11月10号生日前，忽然心肌梗塞走了，是报纸登了，他就说：“哎呦，将计就计吧。”刘文正的经纪人对于媒体散布刘文正不实的死亡讯息，这种状况是可以依照《社会秩序维护法》第63条的规定，来处以3日以下的拘役，或者是3万元以下的罚款的。律师表示讲，夏玉顺宣布假死亡消息，致使媒体发布错误的报道，那影响到媒体公信力，致使人的名声受到损害，依法会使对伊提起民事损害赔偿的诉讼。这个风波恐惊也未完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